他调子高。那你的调子也不低啊，朋友哎。你是喝了酒吧？想我这个哪人？想我这个哪人？那你胆子也蛮大的。我先给你听这个啊，你自己听一下自己的声音讲的话。录音了。录音，这是他的权利了，对不对？我再看看你报警啊，我给你看。我们看到这个警情，我都吓一跳。5325是你的电话单。对。报警人来电声称在上述地他要杀人，是你吧？你这警情报出来好吓人呐！还有一个啊，我不知道这是真是你讲的酒话还是什么，这里面我听到一句话。老子刷到我所有的小弟，3分钟之内可以到你店。你做什么工作的？有很多小弟啊。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啊？做生意的。家政公司。好的，给我搞卫生的。你就讲清楚了，人家会误会了，对不对？我还是好心的劝诫你了，这种话在外面少讲，好吧？养了几年了那个狗6年了。我3年。马先生，我是第一个。我今天提着乖乖，我那个家实在叫乖乖咯。这我发个朋友圈呢，我一回来他就睡这边，我老婆睡那边，他睡了就这么睡了。我说我睡哪里？你们自己有小孩了没有？有，这小孩大了不？就养家找他姨做个伴儿。我这个乖乖沉的变现场，真的他不离你50公分。你就不知道意外是在哪一天会来临噻，对不对？虽然这个乖乖是你们俩的崽，但是从法律层面来讲，它只能是算你们的一个财产，所以像你们发生的这种撞狗的事故啊，就相当于小车在路面上撞了个墩子，或者撞你们个什么私人物品是一样的概念，所以你们出来遛狗一定要牵狗绳，是吧？心情平复下来没有？好，平复下来我就喊对方进来，我们处理好这个事故，好吧？我操！